歡迎收聽線上兒童廣播節目《懶瞓豬講故事》。依家成為我哋喺 Spotify、Apple Podcast 或者 YouTube 嘅月費訂閱會員，就會聽到額外開放俾會員嘅故事啦。今日要講嘅故仔係高低音小鎮，作者阿粒。喺好遠好遠嘅地方，有一個叫高低音小鎮。呢個小鎮好特別，呢個地方嘅人只可以發出高音或者低音兩種聲音，因為高低音小鎮嘅鎮長頒布咗一個規矩：小鎮除咗高音低音之外，唔准出現其他聲音。所以喺高低音小鎮入面嘅音樂學校都係有一條校規，就係樂譜上只可以有高音或者低音，唔准發出奇怪聲音。音樂學校嘅學生只會彈出聲音又高又響嘅聲音，又或者敲出又低又沉嘅聲音。就算負責打拍子嘅，都只會發出或者嘅節奏。我哋高低音小鎮只有兩種聲音，真係一個整齊又舒適嘅城鎮啊！完全冇其他嘈雜嘅聲音，真係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有一日，有一艘外國商船，小朋友，如果想聽埋落去，就加入成為懶瞓豬講故事嘅月費會員計劃，你哋將會額外聽到只開放俾 Podcast 會員嘅兒童故事，故事涵蓋各種主題㗎。記得得閒就聽懶瞓豬講故事啦。